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ex。今天呢是一期 Q&A 的视频，因为前段时间呢我发布了一个教大家怎么1分钟在本地部署阿里通义万象 2.2 模型的视频，也就是那个万 2.2 的视频模型的部署视频，然后也受到了不少朋友的喜欢，然后也有不少朋友在评论区上面提出了他们的一些问题或者疑问，我也对一部分的问题进行了回答，但因为他很多问题其实都是重复的，我就没有每一个都是进行回答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来统一的给大家出一个视频来进行回答。我就在总结了一下评论区里面比较多人问或者比较典型的6个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回答。但如果你有遇到对应的问题，就可以直接跳到对应的位置去观看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。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怎么下载模型，这可以说是最多人问的一个问题了吧。首先呢，它这个模型下载是需要魔法上网，需要梯子的，所以前提是你得有梯子可以进行魔法上网。然后呢，有很多人可能说在点那个下载的时候，他会弹出很多问号或者说0啊什么的，就是你不知道他有没有下载成功。那可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就可以自己手动去下载。怎么去手动下载呢？我们下载完这个工作流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它是有一个 Model Links 的一个节点，这个节点呢就是这些模型的下载链接，我们直接点这个超链接，它就会跳过去下载的了。然后下载好这个模型，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呢？我们就可以根据它上面这个目录来存放我们的模型。首先它就是一个 Config UI 的安装路径，我们打开 Config UI 的安装路径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Models 文件夹，也就是这里对应这个 Models， 然后里面呢就找到这个 Default Models， 我们也是找到了 Default Models， 然后就把对应的这个模型给放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另外这2个模型呢也是找到对应的这个文件夹，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。放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就回到这个 Config UI 这边，重启一下这个 Config UI， 点右上角这个 Manager， 然后再点这个 List， 就把它重启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用了。我们直接点这个模型的名称，看会不会有你刚刚下载好这个模型，如果有的话，那把它选上，那就可以了，说明你已经加载成功了。如果你点这里发现这里面没有你要的那个模型，就说明你模型没有下载成功，或者说你放错了文件夹，这个就可以自己回去再看一下。反正这里能加载出来，那就说明你的模型是没有问题的了，那就是可以用的了。然后第2个问题，可不可以图生视频呢？要怎么用呢？这也是比较多朋友想要知道的。当然这个工作流它是支持图生视频的，我们也是打开这个工作流之后，可以看到右下角这里有一块紫色的区域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图生视频图像加载的一个节点，只不过它现在禁用了，所以它是紫色的。我们要怎么把它启用呢？我们可以直接选中它，然后右键，然后点这个要过，点上它就启用了。又或者说我们可以使用快捷键 Ctrl+B 选中它，按 Ctrl+B 就可以把它启用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上传你需要的图片，然后再填上相对应的提示词，就可以生成视频了。然后第3个问题也是比较多人想要知道的，它就是想要生成更长的视频是要怎么做呢？现在我们默认都是生成5秒的视频，有些人他可能想生成10秒的视频，要怎么做呢？这也是非常简单的。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工作流底部这里会有一个 Video Size 的这个节点，这 Video Size 呢，它就是调你生成视频的一些参数的，比如说你的这个视频的宽啊、高啊这些分辨率是可以调的。然后这个长度呢，就是调你这个视频的时长的。然后它这个长度是怎么算的呢？它其实就是帧数，就是你这个视频一共有多少帧。然后这个帧数是什么呢？就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节点这里有一个帧率，也就是说你1秒钟是24，那你想要多长时间，你就可以去算了。比如说这现在默认是121，然后除以24，也就是5秒钟左右，所以它生成的视频是5秒的。然后比如说你要生成10秒，那怎么算呢？就是用这个24乘以10，那这里就是240，然后这样就是生成的是10秒的视频。所以说你这个视频的时长是跟这个帧数相关的。如果你这个帧率已经改过了，那你这个视频的长度就需要进行修改。如果默认24，那你想要多长的视频，你就直接用24乘以多少秒，然后就填到这里就可以了，这是非常的简单的。然后第4点呢，就是有些人在安装这个 Config UI 的时候说会提示这个安装这个 Git 或者说 Python 啊什么的，然后因为我之前装的时候我电脑已经有这些环境的了，所以我在装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提示，所以我不知道说需要安装这些的，就忽略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直接用虚拟机新装了一个 Win11的系统，然后进行了安装，然后发现呢是有3个这个需要安装的，一个是 Git， 一个是 Python， 还有一个是 C++。然后呢，我也会把这3个都给打包放在评论区里面，有需要的就可以继续下载，或者说你在安装这个 Config UI 的时候，
它就可以直接跳转去下载安装的。那这3个里面呢，除了这个 Python 是比较难安装之外，这2个都是直接安装的时候直接点下一步就可以的了。然后这个 Python 的安装方法呢，我以前已经出过一期视频来详细介绍怎么安装这个 Python 的。如果不知道怎么安装的，就可以去我的主页找到我那期视频来看就可以了，这是非常的简单的。然后把这3个都安装完之后呢，你们的个 Configure UI 应该就能正常安装和打开的了。当然我不排除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需要安装，因为不同的系统、不同的这些环境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出现。但如果你们发现还是缺什么东西运行不了或者跑不起来的话，都可以在评论区上面说一下，我再给你们找一些安装包什么的。然后呢，就是第5点，多少显存才能运行呢？这个也是很多人问的，因为他们可能有一张英伟达的显卡想要试一下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显卡能不能跑起来。然后因为我自己的是4090 24G 的显存，它是可以用的，然后更小的我没有试过，所以我不能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。但是我在评论区上面看到有些人说 16G 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卡的，还有可能是生成失败的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最好是20G 以上的显存才能把它用起来吧。当然 16G 可能也不是说完全用不了，但是要把这个分辨率可能调得很低才能用，这个都是你们回去试一下。但是如果你想要玩一下，我建议还是20G 以上的显存再去玩。然后第6点，也就是最后一点，有很多人问这个苹果电脑它是否能用呢？就是这个 Configure UI 它是有苹果电脑的版本的。我们打开这个 Configure UI 这个网站的时候，点这个下载，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Mac 版本的。Mac 版本也就是苹果电脑版本，但是它只支持这个 ARM 系列的芯片，所以如果你是比较老电脑是英特尔的芯片的话，有可能是用不了的。然后也是如果你是苹果芯片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下载，然后用起来应该也是跟我们这个 Windows 版本是一样的。好，到这里这6个问题我们就解答完了，就是在评论区上面可能相对来说多一些人问的。然后我就把它总结出来，进行一些统一的回答吧。但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区上面说。后面如果比较多的话，我还是会再统一给大家进行一个回答，或者在评论区上面给大家进行回答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 和分享出去，让更多朋友们看到我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